再来关心到台南心街病院最近是收治一位发烧、感冒、佮会吐的8岁囡仔，而且佮发现伊严重低血压、休克等等的状况，是赶紧互伊带入去加护病房来抢救。研判是感染到侵袭性 A 型链球菌，也就是人讲的食人菌。好，加在经过抗生素的治疗，这个囡仔总算是平安出院。8岁查某囡仔快乐的跳舞，身体的状况恢复了真好。不过，伊伫今年4月因为发烧、佮吐，互送去病院，后来佮出现严重的低血压、休克等症状。医疗团队研判是去感染到侵袭性 A 型链球菌，赶紧使用抗生素。查某囡仔住院治疗2个月了后，总算好完全。那其实整体的症状来讲，其实没有明显到会紧张的感觉。所以一到医院来之后，马上进到严重的病程，我们其实非常的意外。像一般恢复一般的样子，跟过去平常生活的样子这样。他到后期没有发烧的时候，就有一些极度倦怠，甚至呼吸喘。那他甚至会抱怨他肩膀会痛。我们都认为这个可能是他并发成肺炎的早期警讯。治疗过程为着避免查某囡仔的脚甲手因为血路未通变死肉爱锯掉，团队透过预防甲治疗心肌特别护心大片来疏通血路，效果袂歹。那针对他的脓疱性紫斑，那是因为他严重的败血症，所以有一些弥漫性广泛的血管内的凝血，然后导致四肢的血液循环比较差，所以也合并使用抗凝剂，跟就是局部的血管扩张剂涂抹包覆使用。侵袭性 A 型链球菌就是人咧讲的食人菌，患者通常会出现咽喉痛、发烧、生肺啊等等的症头，甚至有一寡人会吐、腹肚无爽快。若是动静，佫会造成意识无清楚、昏迷、低血压、皮肤变色或者是生斑、喘气袂顺的问题。3岁到15岁囡仔或者是老人较熬袂着，会透过喙烂手感染，而且也无疫苗会当预防。目前的治疗方式就是量早诊断，使用抗生素。大部分的患者拢会当伫几礼拜内恢复健康。记者文建行台南报道。